之前教大家點樣利用 email 進行市場營銷，今次教大家點樣利用 social media，亦即係社交媒體，利用佢個 campaign 去創建一個貼文出嚟。首先 marketing，然後你就見到呢個 social planner 嘅按鈕，撳入去之後咧就會進入呢個界面，裏面咧有好多唔同嘅社交媒體平台，我就以 Facebook 作為一個例子。先 connect Facebook，因為之前咧已經連結咗 Facebook，已經登入咗啦，所以咧就會出現呢個咁嘅界面出嚟。點擊進去之後咧，你就會見到相關內容，你可以咧自行選擇發俾邊一個嘅。例如我揀咗呢一個啦，撳入去啦，佢就會 connect 咗你想傳個 account 啦，之後你關閉，你看到已經連接到啦。之前因為我已經登入過咧，所以咧就唔需要再輸入 Facebook 密碼同埋 ID。點擊進去之後咧，你就進入呢個界面，然後點擊右上角嗰個 New Post，之後咧有幾個選項嘅，一個叫做 Create New Post、Upload from CSV、Social Planner Campaign。點擊 social campaign 之後，你會見到有好多唔同嘅 campaign 嘅，我哋可以利用 campaign 去創作一個貼文出嚟。點擊進去之後咧，呢度有好多唔同個 campaign，我揀一個 campaign 作為一個例子。當你揀好 campaign 之後，然後撳 continue，佢就自動 upload 個 campaign 上去㗎啦。撳右邊嘅 slash social。就好似之前咁啦，你可以選擇發送邊個 account 啦，然後揀選你想發布個日期啊、時間啊。當你完成到之後咧，你就撳 schedule post 就可以時間發布上去噶啦。